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6年2月2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锡进老师。今天胡适可以说是叫放量普涨，开门红。今天资源股全线爆发，胡适由于春节假期停市十几天。这十几天里面确实也有很多所谓的利好很多散户急不可耐，等着开盘，盼着开盘。果然今天一开盘就高开。2月24号 A 股高开震荡走强，三大指数集体收涨，市场情绪全面回暖，沪指收涨 0.87%， 深成指涨 1.36%， 创业板指数涨 0.99%， 两市成交额显著放大 2.22 万亿，这个成交量也还可以反正2万亿以上就算是健康的吧，说明这个市场的资金还比较活跃。今天是个普涨格局，4006家上涨，1392家下跌，涨多跌少但是就这样的一个市场，想赚钱那太难了。金融消费者赚钱是难如上青天呐。你比如说春节这个春晚大火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好像比那个前一年更厉害了很多又是武术又是空翻。我记得那个春节期间不是炒得也很热嘛，节前很多人就在猜测春晚有没有机器人表演。一旦有机器人表演，那机器人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企业股价恐怕就要暴涨。这就好比是资本做局。那有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他就顺着这个思路他在节前他就买了很多这个叫具身智能是吧，或者人形机器人这个相关的股票。结果这一开年一开市就大失所望，股市的走势是反人性的春节长假期间，因为今年春晚机器人的惊艳表演，很多人预测节后开盘人形机器人和 AI 应用会大涨，所以节前都埋伏进去了。然后经过这个10来天的焦急的等待，尤其是看到春晚这个机器人大火，那都是期待着节后要收几个大红包。结果今天这个股市涨是涨了，普涨，指数还大涨，但是人形机器人和 AI 应用这些股票基本上都是绿色，就是收跌你说这是反人性吧，啪啪打脸。也就是说散户现在股市里面赚钱太难，你正常的思维你赚不到钱，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你能猜中开头，你猜不中结局。实际上这两天美股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关于这个算力正在面临着这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呢。首先是高盛出了一个报告他说机构正防范美股大跌。高盛的分析师叫布莱恩加雷特在周末报告中写道说过去2个月美股的波动幅度创下了历史最小纪录之一。他说从开年至今，大盘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差距只有 3.7%， 还不到过去20年平均水平的 8.6%， 一半。他说其实大盘指数表面的风平浪静掩盖了个股层面的惊涛骇浪。加雷特指出虽然过去2个月大盘走势只能用无聊透顶来形容，但对于每天在一线操作的交易员来说，实际感受却完全相反。数据显示，平均每只个股的实际波动率与大盘波动率的差距刚刚创下历史新高，个股的波动率比大盘高出了约20个点。这个简单点说咱们通俗的说，就是美股它居然 A 股化了，就是个股波动非常大，但是指数显得很平静。那不就是 A 股不就这样吗？指数是慢牛，但是个股呢，那波动非常大。你说说吧。这位高盛交易员调侃了大盘这种史无前例的且诡异的平静。他写道，表面之下的不安情绪终于在每周的交易数据中暴露无遗。说近期机构大举抛售做空，全面减仓和降杠杆，市场真实的恐慌指数体感已经达到了35，而目前大盘显示的恐慌指数只有19，也就是指数和个股失真。这不就是 A 股吗？怎么美股也搞成这样了呢？但是他这个写的非常长咱就不介绍了。总之这个高盛说美国的机构现在都担心美股会大跌，正在做预防措施。2月24日凌晨，美股遭遇黑色星期一，纳指跌 1.13%， 一夜蒸发市值6000亿美元，道指狂泻821点，标普500跌超 1%， 近4000只个股下跌，恐慌指数也就是 VIX 飙升超 10%。 这为啥恐慌呢？一个是 AI 恐慌扩散，软件股遭血洗，这个 IBM
单日暴跌13%，创2000年以来就是26年来最大单日跌幅，这太狠了，就是个股的波动非常大啊。你 IBM 暴跌13%，也就是 AI 正在杀死传统的软件巨头，微软、特斯拉都跌了将近3%，甲骨文跌超4%，甚至说还有一篇虚构的文章，就是叫2028年智能危机在华尔街疯传，文中点名的公司普遍暴跌，分析师直呼一篇完全虚构的作品把市场直接带进了失速下坠。实际上就说明什么呢？一篇假的文章能够把华尔街的这些机构都给骗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实际上是叫风声鹤唳，大家本身就是高度紧张，这个时候就感觉这个既刺激又风险，利润又大，资本的贪婪，就这个时候是最刺激的，多赚一会儿你就能多赚不少，最甜的时候，同时也是风险最大的时候，高风险高收益嘛。所以说这些人就高度紧张，连一篇虚构的文章居然能吓住这些机构。这篇关于人工智能末日论的文章疯传，这个作者预言标普500将暴跌40%，白领岗位崩溃。这是周末流传的一篇，这个就是据说是虚构的文章，这文章我们就不介绍了咱们是说这个美股现在也到了一个比较微妙的时刻，稍有风吹草动，就这样来一轮暴跌，说明投资人都知道这个泡沫确实有点大。这个摩根士丹利最近发布的一份研报揭示了美股市场一个有趣的现象，英伟达被主动型基金经理系统性的低配程度达到了2009年以来的历史极值，就是英伟达上市以来这些主动型的基金就开始减配英伟达，就是说现在减配它那个程度是它上市以来最低，历史极值。这份研究基于 13F 持仓报告，对比了 Top 100主动管理型基金组合中每只股票的平均权重与其在标普500指数中的实际权重，英伟达偏离值达到了负的 2.57%， 意味着即便英伟达股价过去一年几乎翻倍，主动型基金依然在减持这只股票，而苹果和微软同样被低配，偏离值分别为 2.16% 和负的 2.13%。这个当然了就反映了这个机构持仓的一种心态，这个是美股的一些情况总之是一种风声鹤唳的一种状态。至于胡适嘛，本质上它就是个赌场，没什么好聊的。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看到了一篇文章，标题叫企业盈利预期低迷，中国股市牛市动能减弱，企业盈利前景转差，正给中国股市的后市蒙上阴影。投资者同时担心春节假期的消费提振可能不足以重点点燃这轮行情。这个春节假期过了至于春节假期消费有没有提振，我想各位都有发言权，自己可以对吧，根据身边的情况看一看今年的春节是不是比去年的春节消费的多了。根据彭博社报道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显示，2025年第4季度企业利润预告出现明显恶化，这个我在节前就一直说的吧，咱们上市公司整体的利润它是下降的，咱们整个去年规模以上的企业利润为正全靠外企做的贡献，国企还有股份制企业那都是负的，所以叫明显恶化。野村控股则指出，随着部分政府刺激计划降温，最新经济指标凸显消费需求疲软，这些因素加剧了市场担忧，即在经济不确定性持续侵蚀消费支出的背景下，长达9天的春节假期或难以像往年那样为企业盈利带来明显提振。彭博社报道引述瑞士联合私人银行新加坡董事总经理林伟森的说法他中国股票的市场情绪正处于低迷期。他说一方面投资者在长假前不愿承担风险，另一方面新的催化因素匮乏，近期监管审查似乎趋严，竞争依旧激烈。今年以来，民盛中国指数仅上涨 0.8%， 低于民盛全球指数 2.8% 的涨幅。在亚洲内部对比更为鲜明，韩国主要股指累计大涨 31%， 也就是2026年这一个多月，韩国股指涨了 31%。与此同时，中国的财报季已显露低迷迹象。摩根士丹利统计显示，逾2000家 A 股上市公司发布的2025年第4季度业绩预告中，负面预告数量比正面多出 15%， 而2024年第2季度
这一净负值仅为 4.8%， 其中中小企业表现最差，尤以房地产和相关消费行业为甚。你看看啊，这就是摩根士丹利啊，他认为跟2024年对比，2025年业绩预告更差的企业多了很多。经济增速放缓是企业利润承压的关键因素。去年第4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 4.5%， 为2022年底口罩解封以来最低水平。1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下降 1.4%， 延续自2022年底以来通缩走势。采购经理人就 PMI 也显示经济出现意外降温。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师陆挺指出，制造业和非制造业 PMI 双明显低于预期，反映内生需求不足。今年以旧换新的刺激政策力度减弱，也给消费带来明显的逆风。未来数周经济数据的重要性或将下降，统计部门通常会合并公布1月和2月的数据，以平滑春节期间不规则带来的扰动。而在3月全国两会前，重大政策出台的可能性也不高。与此同时，监管趋严也令市场更加谨慎。监管部门上月收紧融资融券规则，旨在抑制投机交易，降低未来大起大落的风险。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啊，也就是他说咱们中国的这个上市公司企业盈利预期低迷，中国股市牛市的动能减弱。这个咱们一直说啊，它是在沙滩上建高楼啊，现在股市的上涨完全脱离了基本面，市盈率变成市梦率，你只要沾上算力，沾上人工智能，沾上什么机器人，它就一顿暴涨，沾上什么航天，它也一顿涨。不管这个企业这盈利还是亏损，现在还是在炒概念一个阶段，跟实际盈利没什么关系。这样的市场能走得远吗？这样的牛市你敢参与是吗？你哪知道什么时候这张网会落下来？这个前恒大经济学家任泽平啊，那可是开足了马力啊，扯开了嗓子开始吹这个牛市啊。任泽平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2026年全球降息放水将超预期，将是实现人生逆袭的大运之年。别人我就不说了啊，我要看看任泽平老师2026年是怎么人生逆袭的，我看他袭成什么样。2027年看看任泽平老师是不是财富自由了，是不是买了小岛。我们可以看看啊，他不是吹人生逆袭之年吗？实际上啊，这些经济学家现在已经走样了啊，他这个写文章标题啊，比很多自媒体博主还要过分。你说咱们自媒体博主为了挣个3瓜2枣的，标题写的这个刺眼一点，你好歹是个经济学家呀，什么人生逆袭，你这不是扯淡吗？这自古至今有几个人生逆袭的？这个任泽平说啊，2026年美联储降息放水将超预期，特朗普正推行降息加弱美元战略，目标降低债务负担，吸引制造业回流。特朗普试图通过降息放水实现债务货币化，与关税不同，这相当于向全球收铸币税。他在第一个任期就推出过无上限 QE， 就是量化宽松啊，导致后面的高通胀。过去这些年几轮量化宽松下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08年初的9222亿元飙升到2026年6.6万亿美元，18年扩张了 7.2 倍。他说在降息加弱美元大背景下，叠加 AI 对大宗商品需求暴增，全球不仅在去美元化，还在去货币化。贵金属、铜、稀有金属、碳酸锂、芯片等实物资产价格大涨，全球市场包括欧美和亚洲均创新高，这相当于货币的购买力大幅贬值。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是货币的晴雨表，未来将发生7件大事。哪7件大事呢？他说全球大降息， AI 超级应用大爆发， AI 中国力量崛起，地缘动荡加大，大宗商品元年，信心牛，楼市28分化。2026年将是实现人生逆袭的大运之年。这个就专门忽悠那些韭菜，有那些蠢蠢欲动的，心有不甘的那些，对吧？心怀什么大志的那些韭菜，把你好不容易攒的那3瓜2枣拿出来，要实现人生逆袭，你只有把你的那个3瓜2枣拿出来，别人才能逆袭。你要理解准确理解啊，就是你要做一个好的韭菜让人割，人家割韭菜的才能人生逆袭，不是韭菜人生逆袭，韭菜就要保密。那又来一个什么中信证券，我看网上有人说说这个券商一哥中信证券扔下核弹级研报，看懂这8个字，你就能在2026年实现财富降维打击。你看看这种标题啊，你那些
想发财的、想财富自由的那些韭菜，一看血脉喷张啊，对吧？立马就来了兴致。哎，你只要看懂这8个字啊，你就实现财富降维打击。这不知道这作者啊有没有看懂这8个字？哪8个字呢？叫代码膨胀，食物稀缺。在我看来啊，这都反映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在经济低迷的环境下，所有人都想找出口，所有人都想改变命运，这种一种叫焦虑、彷徨啊。见风就是雨啊。还有一个见风就是雨的，就是胡锡进老师。胡锡进老师啊，今天写了一篇微博啊，分析这个特朗普和伊朗之间，对吧？这个恩恩怨怨。胡锡进老师说美国可能在当地时间2月23日或24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且其他信号强烈。他说如果你这2天一觉醒来看到伊朗战争爆发突发新闻，不要感觉到意外。这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他这个微博写得很长，同样是分析这个美国和伊朗的战争但是他是站在老朋友这个角度上写的。站在老朋友角度呢，当然他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各种不对不是。你比如说这个胡锡进老师在文章里写他说然而无论如何战争已经进入倒计时，因为除了通过战争打出无论伊朗还是美国的一个意志缺口，现在似乎僵死了，没有出路。伊朗最新表示在铀浓缩问题上做让步，但拒绝谈弹道导弹问题，这对美方来说等于拖延术。华盛顿要的是绝对顺从，是投降。投降打了个引号。这胡锡进老师就是颠倒因果为什么呢？因为僵局的制造者是伊朗，不是美国。他反过来说是美国和伊朗制造僵局，因为这个伊朗坚持要搞这个铀浓缩至武器级，也就是60%的风度现在还在浓缩。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袭击红海的航运，伊朗支持哈马斯搞的那个什么阿克萨洪水恐怖袭击，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沙赫德，如屠杀乌克兰人。这些胡锡进老师他是看不见的，一味的怪罪特朗普霸道美国的什么帝国主义之中这种做法。美国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对伊朗这样的一个政权这流氓政权你限制他的核能力，限制他的导弹能力，不准他在外面支持那些游击武装，对吧？什么所谓的抵抗之狐，给钱，那些是恐怖分子你给钱给他，让他在外面制造恐怖活动，这个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就是限制他这些做法，这个是很合理的红线，没毛病。不是不让你发展导弹，是不让你的导弹飞300公里以外，也就是谁要侵略你，你可以反击，但是你不能拿导弹，对吧？你发展远程武器，你为什么呢？你这个政权它不是个普通的通俗的政权，这不是那个我记得是美国的卢比奥说的吗？伊朗是一个宗教控制的国家，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世俗国家是不一样的。世俗国家我们都可以分析，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什么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但是宗教控制的国家你很难分析，也就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人类不能冒这样的风险的。所以说我觉得美国给这个伊朗画的红线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对伊朗来说也不叫投降。而胡锡进把伊朗有限的铀让步包装成善意，故意忽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时强调铀浓缩是主权权利，不会接受零浓缩。真正的拖延是伊朗一边谈一边推导前推导弹发射器，接管真主党，修复空军基地，对吧？胡锡进把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施压说成是要伊朗绝对顺从，这不是是让伊朗你要放弃你这个核能力、远程导弹的能力，还有支持这个地区代理人。胡锡进老师说他说特朗普稀里糊涂一手搞出了伊朗局势的死结，他认为是特朗普稀里糊涂的搞出来的。特朗普以为军事威胁足够大就能改变对方的利益计算方式，这是典型的商人思维。政权的深层逻辑要根深蒂固的多。实际上胡锡进他就说特朗普是房地产开发商，是个政治菜鸟。这个怎么说呢？特朗普确实是的但是他已经当过一任总统了，你不能再说他这是他第2任期了，而且中间还休息了4年，是吧？痛定思痛，每天反省，人家这是第2任这个任期，这还是菜鸟吗？还是小白吗？他已经不是政治小白，也不是菜鸟。在我看来，特朗普是极限施压加外交谈判，反而很高明。也就是他希望外交谈判能成功，不战而屈人之兵，最小代价。实在不行再打。在特朗普第1个任期的时候，他也这么干的极限施
施压，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经济崩溃，不得不求和。那现在呢，特朗普2个航母打击群 F-35机群是同样的啊，就是杠杆策略，还是极限施压，不是胡锡进老师所说的啊糊里糊涂头脑一热。胡锡进老师啊把政权深层逻辑神圣化，却忽略了历史的事实。很多政权实际上就是在外部压力下妥协或崩溃，这事实上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利比亚卡扎菲啊，伊拉克的萨达姆，那总之啊都是胡锡进的老朋友啊，这不都是这么垮台的吗？而伊朗的政权那更不是铁板一块，这样的政权他跟老百姓早就离心离德，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谁会维护他呢？所以外部压力一来，老百姓趁机对吧，揭竿而起。胡锡进老师看不见，胡锡进老师他天然的以为啊，伊朗的老百姓跟伊朗的神棍是一条心的，这属于常年撒谎做虚假宣传而养成的一种叫本能惯性思维，还总指望着乞丐守襄阳，这就是胡锡进老师的心态啊，对吧？你当然要守襄阳啊，你这个一个月退休金2万多，那人家这个一个月1-2千对吧，要死要活的吧，风里来雨里去的，1000都挣不到的，你让人家守襄阳，那凭啥？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他这个角度就错了啊，位置也错了，你把自己带入这个伊朗的老朋友，带入婆罗门阶层，当然了他自己本身恐怕也是算婆罗门阶层啊，那你就打吧，对吧？你去维护，你准备拿脑袋顶这个美军的激光制导炸弹。哈梅内伊87岁高龄还在搞这种4层继任体系，恰恰说明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脆弱而不是根深蒂固。特朗普商人思维，说明他精于算计，对吧？因为说来说去他也是经济问题啊。那伊朗现在这个情况他也是经济问题啊，民不聊生嘛。那他继续在这方面施压，比那些空谈和画什么底线是不是实际的多啊？更有现实意义。这胡锡进老师还说啊，他说对伊朗现政权来说，他们或者坚守延续了几十年的政治合法性，或者被推翻。他们没有向特朗普投降，通过改弦更张继续保持政权的选择。投降意味着他们对伊斯兰共和国的彻底否定。伊朗国内去年底爆发了过去几十年规模最大的示威。如果哈梅内伊政权此时自我否定，用不了多久，伊朗就将被比上一轮更猛烈的政治风暴吞没。这是乌业对吧？乌业有问题，那就乌业走人了，吞没就吞没啊，对吧？你乌业一直作死，那就自取灭亡，这有什么关系啊？那小区还在呀。所以胡锡进老师啊，他是站在这个伊朗乌业的角度，对吧？进行荒谬的道德包装，认为这个一个支持国际恐怖主义、镇压本国妇女、输出革命的政权，说成什么政治合法性，完全无视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合法性早已随着这个伊朗的民不聊生啊已经结束了。这个咱们是底线对吧？就是你这个政权呢，不管是什么政权，底线是你至少让老百姓过得下去，老百姓都过不下去了，你这个再有合法性也没有了。所以胡锡进老师啊，把投降等于自我否定，等于被风暴吞没当成铁律，本质上啊还是在替伊朗的神棍政权辩护，把专制深层啊说成政治底线规律。然后胡锡进老师又预测啊，说开弓没有回头箭，特朗普不说先打一下警告，然后再大打吗？胡锡进老师就开始发挥他的想象了啊，认为这个伊朗那完全扛得住的啊，金奏说伊朗又不是一个被团团围住的孤城，他有那么多抵抗纵深，警告性打击效果将是0，而要实施一场推翻伊朗现政权的斗争，空中打击通常远远不够。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没有一个反美政权是通过空袭被推翻的。所以胡锡进老师这是真正的叫老登，为什么呢？什么叫老登啊？老登就是固步自封啊，就是他不根据当下的情况在叫什么与时俱进，对吧？你看一看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这个仗打成谁见过啊？你按往常的那种分析，你能分析得明白吗？对吧？还是那种论调说空中打击远远不够，你不知道美军或者是特朗普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你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你想到过，就是胡锡进老师啊，想到过特朗普会派三角洲部队夜里活捉马杜罗吗？所以说嘛，就特朗普这事能干出来，你对吧？你还能按过去的那些惯例来分析他，说哎，怎么空中打击不够，这是操多了心啊。那些认为特朗普不敢动手的，那显然也是低估了特朗普。毕竟在特朗普任上第一任对吧？第一个任期的时候，他就把那伊朗最厉害的叫苏莱曼尼给他绞成肉馅了，这不就是特朗普干的吗？所以不要觉得特朗普不敢打，没啥不敢的，抓了马杜罗，也不要高估啊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的他的这种凝聚力，他的抵抗的决心。特朗普已经说了，独裁政权的忠诚度只值$1。胡锡进老师恐怕忽视了啊，忽略了或者故意无视伊朗内部啊有很多人是等着盼着特朗普去轰炸，他们好趁机起事。
这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伊朗究竟还有多大力量？伊朗他去年6月战争后做了大规模的弹药补充，目前拥有2000枚中程弹道导弹。一旦美伊战争全面爆发，这个更是扯淡了啊！这就是夸大伊朗的这个能力啊，这个就和这个夸大俄罗斯的能力一模一样。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之前，那无论从核武器到常规武器，无论从这个天上飞的到水里跑的，对吧？还有这个什么 T14坦克、苏武器，各种随便哪个武器拿出来，哪一个武器拿出来，不是分分钟碾压乌克兰啊？但是为啥打了4年呢？为啥俄罗斯损失惨重呢？所以是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就是长期的做这种虚假宣传呢，就把自己给骗了。那别人有没有骗到不知道，反正他自己是深信不疑啊。那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那俄式武器那是吹的天花乱坠啊！大家还记得那个莫斯科号巡洋舰吧？那在以前他生前啊，那美西方的航母一听说莫斯科号巡洋舰在那儿，它的绕行你知道吗？也至少绕1000多公里、2000公里，都不敢过来。结果呢，2发海王星。给它改装了，这就是俄式武器的，对吧？这是真实情况，不过破铜烂铁而已。那伊朗的那些什么中程导弹、远程导弹，那不都是跟俄罗斯学的吗？甚至有的还是二传的，对吧？跟二哥学的，二哥跟大哥学的，这玩意中间偷工少料的吧？你说他能强到哪儿去？不打，平时摆在那个发射架上，可以吓唬国内的盘盘们，或者提升一下国内盘盘们的士气。你要真发射，那就完了，那就成了笑话，一堆废铁。所以啊，从这儿可以看出，胡锡进老师啊，对他的老朋友伊朗那也是操碎了心呐，也是整晚上睡不好觉啊，对吧？也是忽悠哈梅内伊，对吧？得干，不要怕，做起来跟美国干，绝不投降。但是胡锡进老师又劝泽连斯基投降，也很有意思啊。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